哎呀，各位聽眾，歡迎人到轉來邊咧學緊嘅節目，那是攞住暑假頂一禮拜聽到這個豆腐，日本豆腐，日本豆腐哈，對，應該唔係做日本豆腐嘅，日本豆腐，我就是講日本豆腐有內數，只骨只胖，你是。我那是直接要食日本豆腐，咧使去邊咧學緊.com 嘅網頁嚟 download，邊咧學緊無一個邊咧豆腐，哎呦死我笑呀！日本豆腐笑啊！邊咧學緊嘅歌叫做邊咧學緊白聽感謝啊！即個禮拜我覺得歡迎我人頂一禮拜初南到對來豆腐歡迎邊咧日本豆腐我叫你耶！日本豆腐你知唔知知。日本豆腐因入面內有隻胖嘅。我知。Hello。那一個阿伯煮是條你看的嘛？Hello，plastic 裏面。白肥肥一條。你有個唔係講一了8刀腰了。哎呦，你8刀腰我本8刀腰。你知唔知你係把喙甲鹽糊嚟吹就好唔知？係鐵板喎，鐵板嚟喎。啊，對，你係尖巴。哇！OK，咱咪講只個，แล้ว到對來參加我人這個禮拜誒節目就是無咪線嘅叫毛毛鬼歡迎，歡迎大家好。你好冇食飽未？食飽，食日本豆腐。食哦，當然啦。好了，胖。在日本豆腐，我一嘴。我一嘴而家去煎真好食啊！我都是去煎先嘅，煎嘅時候，伊個卡淡薄煎掉誒，皮淡薄嚇，我加落去一個女。哎呦，一隻噴出來，你看，鹹糊吧，你吹喂！我暖個老鳥，我老聽，切開。哇，淡啊，落。兩個有特別這個禮拜我有新招嘛，這個禮拜是個這新的打波嘅超男嘛，卡開剛。歡迎八條，格林安，你咪做格林八條，你是格林呀？一半格林八條是蘿蔔。哦，我唔聽過喎，哦，格林八條是蘿蔔，你鄧蘭八條什麼？臘腸。臘腸，我都聽笑上嚟。臘腸是鄧蘭八條，แล้ว韓八條呢？好啦。韓八條是沙爹。冇配掉，冇配。冇配掉。咁另外把條個臘腸冇配爆掉啊嘛。看 message 好笑到。咁好笑你意思？問你水啦，問你叫我咪實講就水。咧 ，OK， 咱講即係本來話第上面微笑，對，微笑。不，等陣我未。就是阿腳。你個 friend？ 我嘛唔知，你點解冇聽過咩人講微笑吹阿腳嘅呢？我唔知咩意思。冇聽過咩？我捌聽人講喎。微笑，點解我講冇成？我較少人，我較老嘅人講微笑kiss 冇唔是微笑。微笑食八條。微笑，哇！佢另外八條，我當接落白本咯。有嘛人邊咧只slogan嘅嘛？係咪物件？係咪會笑出咪笑鬼勁笑你買落入令嘅，反正。啷個叫？呢個真係啊！對配音晒好靚。白絲那可能吉利，金那可能接線。這你本仔。對，我知。人講咩？哈密樹，你哋講會笑出，你講笑鬼勁，你講笑你買落入令。對，我呢樹啊。這都是裝對了，對來那麼嘅。來 distinguish alumni。我呢邊咪是啊，呢邊咪是 distinguish alumni 啊。成個有買電話啦，有買電話。哎呦 ，OK， 咱講我們每等你 before 咱 start，咱們每一個佢哋八條，佢哋八條，你嘅
你跟阿爸掉背哦，唔是。我就驚食背背嘅咯，一配咖喱。Anyway， 我咪你哋安怎聽到自己介紹？哦，但係毛毛龜介紹你嘅，你講哎呀毛毛龜。對。你把你個先聽到幾啊？半年可能。哦，半年哈，先招本。我介紹嘢嘛，係講，你把日本咩豆腐？嘢啦，講笑呢。日本豆腐，哦，咱嗰啲物件嗰啲是一條哈，日本豆腐本一條背背。剛剛咪故事資料嘅。咪故事啦，胖胖喺一邊嘅呢。你直接介紹你咧，是你去聽定打鼓 episode 咯。冇啊，你冇參加即係日本豆腐嘅骨力啦，個試下掛話個。你有聽嗎？你有聽錯話？哦，等陣我問啦，嗱，講講是先招啦，嗱，是把你個收聽到呢啦，你這禮拜聽到啊，係定這禮拜講咪話點咧好笑嗰時哦，嗱，走去教你隔壁厝邊人啊，講啊，咱去邊咧學見大講未聽，嗱嚟啊新嘅人你有歡迎，新嘅人你嚟教正邊咧學見嘅時講，哇，真樣舊 episode 當今，咱邊咧學見有幾 episode 咧啊？有百幾出咧啊？咱邊咧等我check過，邊咧學見。邊呢？學見幾出？等我即刻先叮到100，應該是百幾下100，差唔多變600啊嘛，百幾180幾啊嘛。然後若是講為對去聽叮到古 episode， 你係使去你 top 10嚟啊。若是講你去邊咧學見嘅幫，又係頂面等嘅，而且 top 10嘅都是訂隻 top 10嚟就幫下你聽。叮到我學邊咧學見嘅聽講酸啊，經過集出樣地數嘅，所以落去聽咯。然後 maybe 2009年啦 anniversary 是佢做佢隻新2009年嘅 top 10，所以那個就2008年嘅 top 10咯，2009年 top 10。maybe 這個豆腐日本豆腐，甲我寫一個短短嘅 jingle， 邊咧學見 top 10嘅啊嚇，係叫我是叫做邊咧學見頭10標。2009年邊咧學見頭10標，你係叫2008年啊，邊咧頭10標。anyway， 那到底係講咧未熟嘅物件，邊咧，唔是，我咪講你，你即係未熟啦，人講蝦米物件做你未熟，一人講，等下你先只講成8條，跟另外8條，蝦米物件做你未熟，你即未熟人做蝦米物件，跟另外8條。我哋未識人每物件無人無應，咁我就走去運動啊！叻啊！我叻啊！Actually 我淡薄叻這邊。可能你講10分鐘佢有一個聽到。天講。所以你嘅講咩都10分鐘之前講平平。冇啊，豬啊，即係毛毛龜我每物件都帶埋。哇！安尼係得啊！transcribe 可以。每個蝦米物件地做一啲未熟呢下，跟啱8條。嚇！蝦米物件做你地未熟？蝦米物件做我地未熟？actually 有咯，是幾幾年咯。嚇！蝦米物件你講下。actually 講起來確實真未熟本嚟咯。咱白朋友大家人3-4年無看到啊，啥是中學嘅朋友啦，冇，你卡隻電話來，咱白白嘛去食物件咯，對。你不每日話俾 insurance 最好。冇，伊唔知 insurance 隻物件咯，但你卡來伊頭一句成未錄咧喎。你最近安怎？你就係講好話嘛。你係咪？我最近安怎啊 ？OK。你就會講最近你安怎？我就係講好話嘛。你就每日做工個話，做了，我係講做啦。第3句冇白你啊，你做工幾累？I might time extra 哇！喂，等陣，我 before 你 continue 講你未熟物件事，你講，因為你最近人家是最近，但係你講成講最近嘅咧，你最近人家最近嗎？最近咩？唔是近咩？最近嗎？你最近咧未啊？是你最近？冇啊，最近嗎？你講最近咧啊？唔係我邊咧？我那邊咧學嘅。我頭先是講最近嘅，唔是最近嘅咩？誒，特別都問講咯，你叫看你能夠被削，你攞去你朋友嚟講咯，講唔掉啊，唔是叫。我真係諗明白我講未有？
特別邊邊咧學嘅冇插女嘅，唔是我諗是博士，我諗我諗是潮女呢。我諗未吉到女往潮女呢。最近嚟嚇，咧最近咧每啲最近人做你講做除條教咧，是每啲個攤女教未教，每啲去俾做記了。一出來時哦，一都是 direct sales。哦，別咪會，問講即係名啦，講阿個別安裝物件。所以未上啦，朋友3-4年出來哦，係咪接咯？接咗過後都是講這個問題。我們未上咯，嘅是咁正。對咯，冇我哋講 OK 個，佢講我坐到佢一個好料嘅位，坐到佢一個好料嘅位，然後坐到佢 office 嘅一，然後幾十粒位就嗰度講過啦。隔兩晚咧，可能唔是咩 direct sales，佢講出來就個 B， 叫佢 friend 嚟講嘅。叫佢 friend 啲 upline 啦，macam啲師傅啦，隔兩嚟會掉喎，摔個碌一兩刀咯。夠斷嘅。你咪是佢講我就好嘅啦，我明嘅談啦，拜拜。但你行袂出迄個 coffee shop 啊？佢哋 coffee shop 是伊個買卡。佢哋 coffee shop 嗰時伊個人㗎了啊！心聲咩？大家有冇人家猜到嘅邊個咯？有樣未笑到安尼物件。我們在往時我是一頭你知我係看咧，我是一頭無後面嘅嘛。你就少人家隨我，我講你問你講那是你有興趣要來隨我，當做朋友隨我，時你過來隨我，那是你講要做生意嘅咧，你問隨我。這裡啊，真解本嘅咯，特別朋友啦，買安尼看嘛，你講出來就是。就別樣你這個是真正好example 嚟啫。你當今尤其是當今行政黨個部面好嘅時間啦，特人要談落課，個或是朋友個了，佢吹個了咯。會嘅咯，個了冇工作。我因為咪你先乜咧？是唔知邊啲學嘅你多大？未難你只能什麼？特別有陣時人講行政黨派嘅時候，人個要吹做少，可能佢哋嚟聽，較濟人嚟聽邊啲學嘅。特別咧，那時候行政黨派時冇女學 internet 時嘛冇肯聽。咁學咧咩啊 ？Ustream 唔是 Ustream 係咩啊 ？Streamix。了你當我講 direct sale， 當然有一種嘅 direct sale 是無相款物件本，還是有賣一種 certain product 呢？伊是個本來喎，有真濟咯，伊有咧是 product actually 好是干那是伊嘅表面啊。伊真正是要行伊 triangle 嘅 system 嘅啊，咁一人要吹幾人，一人要吹幾人。伊無插，伊是總之是伊嘅。伊 sell scheme 啦，伊無插你別咪骨頭嘅。嗰啲我就未說，嗰隻物件我較未熟是講啊，伊買放你傻嘅喎。你買放你傻喎。你在做咩事啊？因為啊 ，direct sale 嘅 method 係辦即係樣嘅特別嘅功夫呢，就是attack 你人啊，你做你歹勢你就你唔歹勢，你歹做人啊，你唔敢講啊，係你時間直直慘掉，你成日即係死老闆啊你。梗夠嘅。我不知假如啊，你去 meeting 嘅時候，叫你去 meeting 嘅時候，講我要繼續俾個人share 一個安怎 direct sale 嘅辦法啦。我講唔係啷在咩死老闆咯。死老闆啊，就是成個鬼呢來搞掉人，掉掉啦，收來回買房嘅呀。死老闆是阿咪放掉呐？冇啦，死老闆接頭啦，佢呢？我知。接會嘅，接就冇接 carrot 嘅。你是你佢就是講咯嚇，啷去看，可能薄薄嚟看，死老闆掉掉。因講死老闆哦，因未過迄個一個。人講我要線位嘅。哦，對條膠，伊等下倒條膠。你可是頭掉的，你可能等下倒給它掉出來嘛。然後可能等個鏡頭禮拜時，咱到底嚟講幾個事，咱都很聽啦。你是你嚟講老掉，咱講死老闆，你告訴我可能。Then 呢，
梅毛毛龜咧，毛毛龜你得袂熟物件啥物物，哈物件做你袂熟。哦哇，真濟哦。講話。我吼，我真見人我食物件時哦，人插叫我誒。安怎插？真袂爽誒。安怎插個頂？我古早吼，我真貪食誒咗，然後我到班位頭食物件咯。然後唔是到班頭食啦 ，because 我放食誒時吼，特別教人去canteen食誒咗，然後有時我無做功課嘛，然後要掛功課啊！我袂臭朋友嘛，對嘛是特別講臭。我臭朋友功課啊！แล้ว我叫我朋友買包我咗，แล้ว我嘛到班食包，結果伊個學長入來咗，伊講誒，你別使到班食物件，แล้ว我甲伊講，我肚子很餓，我不到腰，那伊講不可以，你特別去canteen食，แล้ว我講別，我要做功課，伊講無管，你特別按做唔好，你去canteen食，แล้ว我嘛甲伊講咯，你愛抄嗬，你愛抄我嘅 number 嗬，OK 你抄。明見好我食嘅啊！你炒個未使啊？伊炒我個買我食，你我甲伊講，你炒我咗，你個伊講無管安怎不好，你不去canteen食，แล้ว安怎不好我不買去咗，決定嘅咗，定咗，แล้ว個時我唔日到班食去了迄個包，แล้ว結果伊去報互先生聽，แล้ว先生報我嘅 number 出來，叫我去看，叫我去找 discipline 咯，แล้ว我嘛去哦，แล้ว伊 discipline 講。你這樣喜歡吃，這樣喜歡吃包，你這一個星期只可以吃包不了。然後一給我，哇，把包掉個呢哦！食咪，到底食包？食包啊？你食包個被苦到兩膠邊食，到你幫食，個安尼這樣看我食包，哎呦，我參我朋友攞人家無面呢。你唔是熟咩？哇，你咪是做啥？你無熟呀，我不是甲人插叫我要一點點，我一點點食，你會驚我甲驚走誒。哦。แล้วก็จะได้สิสังกัดแต่มาบัดเดียวกองเอว direct CSL อีสิ M ตุดเลยแล้วอีตัวช่วยวังกับกุยเลยเป็นอยู่3เลรัง應該是3เลรังแล้วอีตัวก็應該ว่า是做 design เนี่ยอีตัวก็ว่า講อีไอคุยสิใน restaurantและอีกอย่าง嘅成日講嘅 design menu 係咪 menu 係咪咪嘅㗎啦？伊嘅佢哋 corporate identity 呢款啊。แล้วมา聽伊來隨望มา調好少咱去 meet 伊哦。แล้ว結果去甲伊會 meet 伊，伊無講講嘅 design 你咪叫做，伊頭講你們先攏不如讀冊啦。因為我迄陣時是讀冊過嘅，你講攏不如讀冊，攏有 feel 到愛嘅外口嘅攤淡薄累哦，แล้ว我坐到邊聽伊講啦，聽一點鐘嘅嘅咯，伊個無講到 design 物件咗，แล้ว直直會講愛攤累哦，แล้ว後尾個講伊是 M 嘟嘅，แล้ว我嘅起紅嘅咗，แล้ว我點哦，แล้ว我坐朋友伊個個你跑啊 text Skype 嘅 MU 啊，嘟嘟位啊，係咪要看嘅嘛？哦 ，OK， OK。แล้ว我這朋友成日起哄咗，我這朋友頭講，你叫我來正，你分明是老王嘅嘛對，แล้ว我講愛做 design 係咪物件，แล้ว結果伊講嘅咧嗬，伊無講到愛做係咪 design，伊是騙王Kiki，แล้ว甲我講一個 direct sales 係物件。你計起來計講，大媽啊，6點鐘，500塊嚟啊，嚟好啊，咁我點先面累啊？แล้ววังหอยแผ่นจุดเต็มเส้นกองก็ต่อเป็นปตอก็เอาให้จนสีอีกก็ปตอก็เอาก็ไปจับเปล่ามาหลังช้าอีมีวันตอนดินเนอร์時間咧，我個想講一時去 restaurant 啊嘛，掉去會傾啊嗬。你基本談心啦，愛講，佢叫談之下數。參巴條嗰一個查甫，我3人白白去嘅。แล้วอี就一頭安反做完了完。介見伊呢，咧一個買幫你鎖咗，一個你因為頭是人想講，伊是要叫人做物件互伊嘛，然後人嘛互伊 handphone number contact 下面咯，互伊個了咗，了個後時一禮拜過後，一直拍來講有一個迄個叫做咩講座會啊，叫我去聽下面啊，我問你，你一直參加你36萬的可能，特別36萬呢，你安怎？
對人咧，你安怎？你是唔是有感覺到講，哎呦，歹勢唔加計講幾萬拍來，是你計9萬拍來？冇，我計講，我唔係冇應啊，sorry 啊，แล้ว我冚嘢，แล้วก็อีก個 SMS ว่าแล้ว我冇 reply อี拍後我每我就是冇 reply อี咗，แล้ว我計講，我電話冇錄嘢嚇，冇錄嘢幫合成冇錄嘢，你是冇一頭計講呢，是講你成個晚呢係一點看會呢，一都冇來插你啊。我希望我可以จะบินเสร็จความวุ่นเองเลยอีกข้อวังมาแล้ววังก็แล้วบูแทนว่าแล้วก็ก็ข้อแล้วก็เอาอีกข้อว่าเป็นอิ่วแล้วเป็นอิ่วไก่กองให้จับบ่อยละลิงกว่าจะจับบ่อยละแล้วไก่กองวังกันแล้วจะกินข้อเดียวแต่ว่า number เขานึกจะแล้วก็เอาสิอีปุ่นเนี่ย用空一字嘅那我等我空一啦อีกข้อวังแล้ววัง唔จับวังกองวังเที่ยว聽伊講，how are you？結果我佢都 contact，伊成日講個我真識安尼，你知無？แล้ว我都唔捌伊，我看過伊一刀呢，嗰時可以騙去看伊，แล้ว你咪直接談先，你第時直接談只是，大擺講談只你就去嘅。好，actually 我驚談只。拍打對起先，拍電話係，你記嗎咩？我去只，今日去只，你去只，個插鬼掉，好你有了死啊你！你是看比人家會釣魚個贏啊！我就氹只，我唔記只會到話咧。你就試嚟看。我冇擺得到看到話。你特別係你嗌嚟講，你實時面去食啊，一頭去食啦。你一頭聽講，咦？學你只啊冇叫呀，冇食聲呀，成講聲呀。冇啊，蘇古孫冇只粒啊。你不要找啊！蘇古孫冇只。蘇古所定到時，我對佢咧，我去學那點食飯時，我看到蘇古時哦，啲貴關嘅蘇古時啊，我成個哎呦我被翕相，想我笑。我咧這年我冇看到蘇古時，看到蘇古時咪又一個嘢佢點好我翕相嘅。哦，你是講阿咪 flavor？葡萄誒，我是講葡萄加蘋果誒。葡萄加蘋果是青色嘅林娘啊。係青色。我是講隻鵝鈴。我你係你 jelly 㗎，好似啊 jelly 一薄錢一粒 jelly。你諗講白紅險閃我哋就成啦，成個唔係閃鬼啦，特別咁閃嘛。我呢？我 OK 啦，我等待陣先。我特別會講嘅是攞嚟記一種嘅bubble gum啊，定到嘅時候，呢個你加咗其實，以前個蘇古斯特別是bubble gum咧，裡面有想糖水呢出來攞嚟叫。未記啊，冇人知。糖水？以前個你加咗其實是以前個有汁嘛呢，有 liquid 有水呢，甜。爽歡嘅bubble gum啊！唔是爽歡咧，爽歡冇糖水嘛。你爸爸咁開嘅咗啦，而家做特တူ嘅啊。SC 係特တူ咪是爽歡嘅咯。我就係你爽歡就扮件嘅，唔是爽歡咧。爽歡唔好食啊！是講爽歡，你隻咁落去，變咗糯，隻粒去。唔是，是種嘅是你夾嗱 SC 在講佢哋SC 在講 like sucking。那個我這裡看嘛。SC 就話講伊是 orange 冇成個 flavour，伊是你加薄啲去，伊成個蘇古斯嚟款咧，差唔多定個口啦嚇，特別伊裡面有糖精咧就，你只加破時伊糖精流出來，睇你食到伊糖精。係你唔是bubble gum咩？係你是 bubble gum咩？bubble gum 咧，你薄變 bubble gum 嘢。係你我唔捌食過喎。絲格啊絲。我只 professional 食冇同嘅，自己都得了。你就直接講 SC 是直接來 SC 講是 expire 嘅蘇古斯。SC 講我接唔到面啦，冇啦是，就好似係糖精流出來是。Anyway，咱個接到對咱去講咧，咱嘅。佢就係對嚟咧，佢就熟咧，佢就係見到對嚟，咱嘅話題我冇到即日本嘅豆腐花，日本嘅豆腐花咪叫做都未熟呢。哦，第一未熟嘅就是七佬走勢，走勢豆腐，七佬走勢，講下。冇啊，我哋食杜蘭嘅時候咪咯就，有時啊，咱家己講咱個 girlfriend 笑命嘛對哦。
小妹咯，愛靠白靠波嘛，佢隨你嘛，佢隨你把口好啦，冇佢隨你查波朋友講我，咩哦，樣特別隨打波嘅咯哦，隨打波傾啊，嚇，然後你打波啊，但到時你可能豆腐唔好啦，豆腐臭豆腐嘅啦，唔好啦。哦，臭豆腐，我真係驚就臭豆腐。咁大計冇豆腐啊！哇，安尼款咧喎！一隨打波較好啊，好過一去隨豆腐啊。吹豆腐嘅時，如果慘啊，都冇搭路啊。你去吹打波啊，如講嘢打波啊是好嘅，個唔要緊咯就。你會打波啊，咁呢個拍人獨佔嘅咯就。拍獨佔阿妹查。啊！你幾嚟吹我不得可以話 email 嚟啊！我近講哦。有就直頭仔，係啊。我就用叫嘢嘛，嗰時我哋玩嘅。對，穩。誒你那是你是查某心條傷嘅事啊，還是起行小條小咩事嚇？你是問女咯，你是打波，那是卡波羅蘇淡波就喺度掉啦嚇。到時咯嚇，特別你查某都捱咩？你查某買咩傻咧？係啊啦，就講未熟啦。對。我企到傻。我家己過嚟後邊啲房間考咯。哦，幾神句！你是聽邊啲學嘅咯？係個好嘅潮咧，你話成有見。環境大嘅，係聽邊啲學嘅。誒，我講聽啦，定到我唔知啦，做邊啲學嘅做隻字，你本來做緊特別幾年，我都冇幾年，我未見咯，清康過年是差唔多俾4年咯。哦，都三年 anniversary 啊嘛？3年 anniversary 第4年要來嚇？唔知？甚至第4年。我係做 anniversary 嘅事。歡迎各位聽眾，來邊啲學嘅啫吧。哦，誒，你是唔是 mixer？嚇？你用 mixer 呀？你用 mixer 是？哦，你interface 啊？你是唔是用 Mac 還是 PC？係咪邊個？冇啊，我用係咪啊 Microsoft 啊 ？Microsoft 啦，你特別你買 output 你 go through 啲 interface 啊？係咯。小哦。OK，那咪講人成啦，把人冇時間啦，咪講成啦。OK，你 OK，微笑那個，當 OK，當我想看我微笑物件，我對微笑物件就是人微笑，我都未食四字嚟講微笑物件。我冇，咁啦，人食好，我冇人微笑。我微笑嘅就是，但是講人學到機會，就覺得我唔是，我幾快時講嘅時，唔係講啊 ，sorry。我都有拍死咩？我唔是拍死，我人好，我對微笑嘅就是，對微笑就是人學有機會做好人，你是有硬買。你再我講咩？有當時咧先啦，你成個講人有當時你再講人講我俾考慮 example 就是頂到是食久以前啦，我唔知攞過記個頂到是有一個聽講，因唔知有聽無聽我唔知啦，一直來一直夾嘅啦。弟弟講安怎啊？講我笑聲成個故意嚟特別叫，冇會記，我唔知住老鳥都會叫，老鳥會記講叫我講話是問安尼查甫型，叫我講話是講個大波淡薄，講個大波型淡薄。我講，若是講你聲，我聲，若是講你講 audio level 無好時，我會調啦。你安怎去調我大波型查甫型，我無บัต燈嘅喎。誒特別阿漢格拉古咋？我是介講啦。我介紹我朋友聽，人家了解看，介聽介爽呢。個入心入骨啊！你是我講，你講有你 constructive 物件，我會 improve 嘛？你物件，你是 OK 唔要緊。你咪是介講我介講，我好介講，我無講一頭就嘈嘢嘅嘛。如果我就我做 podcast 安尼久安尼一年，我再講就一人，我都別講大人暑假嘅，讓有聽人有人暑假，下本暑假邊咧學嘅人曉。就所以 SC 我看到啲 message 我咪講。
是我看到你咪真想，真係衰。那時啊，我咪是可以機會，我 because 我再講我只隻人 attack 我講路。愛得講我超聲就吉利，還是講我做物件就三敗，講我就小時變靚人，還是蝦米物件滿好啦。伊樣個，但我冇插伊 ，because 我對我嚟講，我有啲關係我爸咧，蝦物件未樣就講嚟，你 on internet 啦，講你係上到你未上到我哋個關係啊。特別呢，我是要做喺伊個 environment 度啲邊咧學嘅，你是買呢 talk 嘛，買呢成來成去，我咪是成個可以機會咯。我其實講 OK，這是你 opinion 啊，咪 OK 啦 ，agree to disagree 咯，咪就錯咯。未喎，個 continue 啦，走嚟錯喎。你喺試過當時有個好笑嘅時候就係，我唔知我個人講過，依度一個嘅換伊名你知哦。我知你叫留 comment 嘅時候，啲邊咧學嘅你咪是係名咯，你一嘅換伊名換出個白臉名去咋？你係個嚟試下講，哇 ，actually because 冇人 agree 啊，冇人嘅一贊成嘛。冇人 support 伊啊！你講啦，你我就講我係邊啲學嘅，你聽講，嗰啲是真正 protective 嘅啦。但是講聽到人 attack 我，樣是搞我變電過嘛？你唔是變我啦，變係人啊！呢時都知唔知？只啷知啦？到底 comment 係講人 attack 我是只人。嚟 protect 我嘅，所以我們就咁當特別你，因為你聽眾可能都講嘈嘢講咩，有時我都要做好人啊 ，because 嗰人 attack 我講 at least 我會 set 條路可以較應落大咯，嗬，我講講 OK 唔要緊啦，傻啊，你咪講啊，你咪夾攰啊，我講就是人冇 agree 啊，講咪冇 agree 就唔要緊咧，你哋嘅慢慢聽嚟咯條，你好。一個未夠傻喎，一個假名嚇，到底嚟講，哈，我是白麗娘嚟啦，你個是伊，唔是有伊係你 IP address， 都是我藉條 IP address 啦，夠好笑。我講你問個林白變貴咯 ，internet 裏面嘅林白是厲害咯，我講你藉啦 IP address 個上次人都問嘅事，你是 internet 嚟講，伊名嗰個300就一個比較講咬呵，伊名嘅假淡薄白行名，伊名個是。我實在唔識是咩 ，just happen to find the site 上面實講我凊彩除掉嘅，我唔是掉底來嘅人咧。梗係一個未曉做戲喎，成日講下我行一間房間，我想，哎呀，我是阿嬷嚟嘅，我唔是鄧人嚟，即係你明顯咧看到出現咧，佢解釋佢講白係咪嘅？講我是唔實在除掉這邊嘅咯，你講我是個真誠之間人講嘅物件咯，你真誠嘅記咯就，真誠嘅記喎。你我就未笑，自己做嘅 supporter， 嚇，自己做嘅 supporter， 哇！嚇死 Q 我就講哇，好管啊！話講我學你一條路帶水你買你嘢，佢就講你到對嚟講我覺得我就是真未笑，可能啦。我我特別我被clear 就係講 ，because 最近邊啲學嘅冇有最近嘅幾個小冇有人嚟講哈利人我無怪 ，because 伊是未曉，我是垃圾掉，啷知我講一句啦嚇，啷知唔知？我看 comment 有嘢comment 有看 comment 有人就知我咪講嘅名啦嚇，咪吐伊你看 comment 有啦，我知伊心好誒，因為伊甲我講，伊講過伊去只位人講巴黎 forum， 特別 actually 伊講只伊去巴黎 forum 啦，只人佢讀話嘛，特別。我尋日嘅事我都唔管你咪嘅到咯，我未去管你啦，我其實搜你住啊，所以我都冇插伊，我就係講唔要緊，我 appreciate 伊 protect 我啦，佢別人嘅到我嘅事，特別伊講話伊寫嘅事，伊嘅口氣淡薄硬嘅定嘅咋，所以人聽未熟嘛，所以我們是 try to。就做好這個 environment 較好，但係伊本是上冇咩聽落手呢，但聽落接去啊，所以我唔要緊啊。特別我再講，伊唔是上個定，伊冇伊個係咧，但係我同你講嘅係一種人完全冇上，而係係完全人是伊就冇伊嘅 intention 就伊出來伊心裏面是毒嘅。只看 at least 佢是伊比較講話呢，特別有時我講伊唔上。特別唔要緊，伊若是講我聽到呢，我是要甲你講，我再講你心是好誒，是講你講完特別較婉轉，淡薄個轉，淡薄講較甜，淡薄，有人較別人咧上着上咯吼。尤其是恁爸是無插，
你若是去講別人咧啊，啲特別嘅邊冇上嘛，人哋我是邊配教佢觀察幫嘅嘛，所以我冇插。OK， 我第二時候就是你看到就是成個人做大少少係路，一是一個賣工嘅嘢，到底係咪假咯？我咪都嘅人哦，特別啦，即係咧超寬嘅即係。冇啦，CI 邊嘅書。啊，伊買書，你真係食膠啊，食膠啊，小拍書了啊，伊走回個位嘅時，俾佢賠咗落嚟啊！就翻嚟掉，你嚟活啲嗬，你苦你嘅把對，個仔走啦嗬，伊我哋黃所 safe 了啊，伊個仔邊過嚟，哇，賠咗個仔，被咁搏，你翻嚟你超寬啊！對。I mean， 我明白這是人嘅 reaction 啊，我明白講即係人冇事，你可能 attack 嘅時候，你特別是。defensive 啦，你個其實都是會成日個出頭，特別有當時你是講係 public 嘅位啊，你咪特別較安全啊噃，了較你是有替別人嘅感覺上才先。我個件事吧咧，老實講，定到頭是頭一擺頭幾多可能講嘅是什麼？你就要幾時啊？你就係心情幫到啲你個叫做個己。成日我 podcast 㗎啦，你幫即係心情都去做嘛？你做咧出來嘅時候，大人講，唔是大人，有人講，即係人講好本好嗬，你去聽到一個人講哎喲，你別打喊你巴啲啊，咩物件嗬？你們是成個心痛嘛？特別聽講你關事，你就頭部插嘅，四百一個插棒嗰種。早我看，我早 start 聽下咧 Penang Hokkien 嘅時，我有去看伊嘅 comment 後面嘛。然後我本時有看到有一個 Mr. dot。啊，講咩啊？伊講路，伊講阿官。哦，對。嚇，แล้วจะ我冇法度啊！你別阿官啊！嚇，阿官。我答案呢？阿官嚟啊！出大啊嚟啊！誒，咱寫首歌抄阿官係喲，抄阿官是我啊，抄阿官是我唱過。你真臭咩？都冇唱。冇啦，我就胖。特別係我剛聽到對去檳城嘅時候，搞檳城 airport 嘅時候，一直要出來呢。我阿官搞了。成個人看你啊，聽到你香港嘅戲啊，皇上駕到，個叫乖，我陪我笑。啊，你 Mr 係咪骨頭啦？講係咪係？本是上看啊，我們是我可以落底啊，是我就個對。我看到，แล้วก็เอารูปไปตรง啊，แล้ว都講日本嘛。是啊，我只講殺到咖喱，我就個對樣嘅。我是講講，那是你別笑，你咪怎麼拿？你做咩事你咪嚟，夾手夾屁掉。我話冇病，我唔是廿清逼到你嚟看。我講聽你拿 complain 拿這人個拿緊看啊，你都。因為你在咩數，樣那是差掉啊，然後規條胖咧，就對嚟比啊，伊樣就是，伊就對嚟哦，伊樣成個你成個，但係我咪講笑啫，就是因為你拿講嘢拿笑嘅，你知哦。咱是攰熬，咱個講啊，話你借你熬，我個講你代志就是，你是講笑字嚟講係話，樣哇，你看，佢睇啊，我係名話，佢就講我啦，佢叫笑啊，你唔叫 attention 嘢啦 ，attention 是。我 feel 到你關心伊 feel 到伊講嘅話嗬，接你心肝就。對，其實嗬，有人會出名。哦，為什麼呢？邊啲學人出名？係咧，好心你咪出名嘛？但係做你只較有名，人佢嚟隨便咧學人出名唔知，你個撩你辣嘅，我同你講，你咪去隨只明星，你去隨 wrong time wrong place 啊，都就咪估咗。係啦，你對條話老實咁嚟講啦，你一禮拜情侶。你拜情侶來情人聽，本是無下面啊！你把佢吹你出名啊！一日啊，佢那把情人聽人個度，你個出名。sorry， 你變好嘅未出名。你第一件事去買衫，是人叫你簽名到表演嘅，可能咯。誒，唔知個有哦，唔知個有哦。哎呀，就你簽埋佢哋表啊！一對呢。你嚟這邊你簽電話獎版嚟啦，唔係簽你啲卡充。
係啊，等你走熱辣。呀，問講啦，問你想個技巧真係胖呀？食豆腐啊！唔係啦，我今晚叫你豆腐。自然咧，我綁條豆腐出來咯。哎呀，見你啦咯，哦，豆腐就過嚟了。係，你是真嘅超偉大。豆腐，日本豆腐我試過淡薄，我試過淡薄你豆嘅頭。妖，你見你咯豆嘅，I mean 豆腐，豆腐啊，豆腐，點解你夾豆嘅講我呀？攏兄弟啊，做 gathering 啊。上 family 啊，一個有豆卜、豆瓜。到時有豆腐，一嚿啊，一嚿我係借物件了。啊，伊只好伊是即個 BR 嚟，變咗福建嘅 BR 嚟。哦，我幾哪看啊度啦，定到是不是？我再聽講個咧呢，我講聽變咗福建呢，老早係是做隻嘅，對個咧是個咧成個老朋友呢，可能就咱聽變咗福建人個了啊。哦，特別我問你講豆嘅，豆媽母，你記定到我有一聽就 Minneapolis 有豆卜個豆乾，我哋使做隻 Happy Family 啊。豆卜、豆瓜、豆腐、豆嘅，豆水、豆花，啊 ，The 豆 family 哦，你 The 豆嘅，唔是豆嘅，我哋做講是 Mr Bean，對，做講是 Mr Bean，唔係我咪未你講日本豆腐，但係你講你都知道你豆腐呀，你日本豆腐呀。日本豆腐是 Malaysia 嘅 creation 還是只日本冇人可能日本豆腐嘅？冇啦，日本豆腐都唔使嚟款呢。所以日本豆腐是 actually 是 Malaysia 嘅 creation 嚟啊。Malaysia 我講是啦 ，because 我嚟日本，我唔係學過人食嚟熱啊，你知我哋講我唔係學過呢個。我見咯，就好似啊，就胖，係特別加貴淡薄，係啦，加貴淡薄，嚇嗰個隻骨隻油呢？特別日本豆腐是安尼款骨嘅嚇。嚇，本時人特別唔是人熱，唔是人熱啦。你本時成人食人一地四格咁樣款嘅咯。你是唔是較骨咧？邊人嘅平常時？隻骨嚇，邊人嘅豆乾豆腐個豆咩啊？入面豆腐啊？豆腐豆乾。邊豆腐豆乾較骨咯。只要差不多成人嘅豆花咧款。啊，對。伊成個豆水嘅 jelly 安尼款。啊，對。攏在講關下夾邊後，一大杯咧荔枝嘅，唔是荔枝，攏硬嘅豆花。你知一隻 plastic 嘅 jelly 樓頂係硬嘅。哈，伊 jelly 特別像豆水。你有做啊？好料哦，你教啊！特別係是教人學嘅。伊你特別係豆水嘅哦。oui，免係，伊係特別係豆水哦，係豆水。唔係你話係豆水，你講免嚟嘅係豆水。我聽你講豆水。哦，豆水古笑，冇豆水啊！每呢個就係豆水哦。係豆水嘅，然後你係菜and 粉啊。然後煮，然後呢，你放下咧勁嘅下咧糖水，你俾一罐嘅一罐嘅下咧勁嘅下咧人特別拜年。關口啦。哦，關口啦。喲，你一罐就勁關口啊，勁嚇。แล้วลูกเบ้อะไรอ่ะฮะลูกลำเย่จุยต่อเหล่าเต็งอ๋อเหล่าเต็ง冇ต่อ嘢猜人เหล่าเต็ง你樓卡上邊嚟？樓卡是猜人啊？有樓頂嘅？樓頂有嘢標緊啲，有標緊啲會，標緊啲上面咧。三樓啊，幾樓五樓？點解唔是呢？講咩？樓頂樓卡有一個出邊畫面。你豆花是厝啦，邊個樓頂個樓卡啊？邊頂嚇，咪係到嘢邊頂。你樓卡覺得白要 basement 咯，樓梯係借 lift 嘅。有 basement 借背磚咧。有 basement 搭白車啊？是人面嘅。所以人，別見人夠笑，你冇幫助。有時候我學嘅話就好聊嘅。你學嘅都是趣味啦，咁好笑嘛。但是咁啦，人講啦，就
丢個咧，咪先咪唔會好笑咯，嗬。嘅愛笑我啦，嘅講嘅呢。by the way，查某你名咩名？查某名查某啊，無阿咪名打毛毛龜。查某啊，毛毛龜。毛毛龜。你名毛毛龜啊？我名毛毛龜。哦，我會寫怪啊！冇啦，我想咪寫怪，佢就係閃正嚟啊，閃正嚟啊！我聽一聲，我感覺應該真水嘅，你就。哦，你問你曉啊？乜個人教數嘅特別嘅邊？老人嘅。教數嘅特別嘅邊？嚇！冇去教數啦，做到你款，唔係使破人空頭嘅嚕，教無爽咯。我咪被笑嘅。別笑人，你別笑人，放你講他。三料一半，你那出邊一個？誒，你明唔明？哇，聽你名真水，哇，佢都唔出邊啊！你明講乜滯？誒，我俾叫，對唔對？叫。我講抄起人，啊，等陣你那明顯抄起人，唔聽得到啊！哦，你看，呢 supporter 走出來，你看，哎呦 ，must have long hair 個 so sweet 啊都。佢要做豆花 jelly 哦。哇，好靚咯！做我哋只老細呢。我咪是屬個老細。有我聽到我不多蛋嘅聲。我咪是不多。驚咱去食飯，驚。講啊！你是條真人啊？條真人。卡真啊！我是條真人本。你講，你有打波，你有打波。條酒味。我唔要打條酒味，我要打劇味，客家話。你好聽，你好打條酒味哦，啊不你好打劇味無？唔是唔是，豆腐你好打劇味未？未。我有聽無？試講以後客家嘢，客家人聽無？嘿，嘿，嗌客家人，嗌爸係客家人。We change to 變客家。不要緊，我說來 I have all the rights, please, thank you。你啊，住冇，等陣 sorry， 試下啦，咱未記嘅即係，等陣歹勢，安尼怪一句即係啊，另外八條。另外八條。即係我唔記得咩？嚇，你梅花？毛毛龜啊，迄個哦，啊，你會曉劇話嘛對？劇話，劇話。你再講啊，人講蝦米？跟那八條人講。調子白是咩意思？我唔明白個。咪是跟你傳bài咯。嚇 ，actually 是我朋友我讀中學時，我朋友同我講嘅，伊講唔曉客家話係冇咧，我甲伊講一定知哦。伊甲我講床頭吊紙筆安怎講？然後我想只久，我甲伊講床頭吊紙筆，我樣笑話，樣知就是錯啊。長頭啊？係咩意思？長頭是床頭。哦，床名稱嘅。哦，名稱吊一支鉛筆啊。床頭吊紙筆啊？有咩問題？意思應該是像劇外出款啊。伊長頭無意思嘅啊，是干那你吊紙筆甲有呢嚇。唔該是哦嚇。because 吊紙筆是咩意思誒？吊就是鋪咯，紙筆就是紙擺咯。你咩吊？哦。吊咪是吊咯，講當話叫吊咯。吊紙筆咪是甲紙擺上咯。正字大擺講吊嘅。吊咪是鋪咯。但是較臭咪叫緊咯。同埋係抄，佢同埋佢講抄紙幣，本抄紙幣是抄紙幣。超紙筆啊！超啊 ，OK。超紙筆啊！哇，未有聽嘢，問講啦。喲，你問得衰啦，你。未使咩人較 sensitive 嘛？超劍掉。買劍了，打到劍。看不你即個 AKG 300B 拍到到托卡去。3000啊300未叫3000B。你 AKG 3000B 吐起來時，呢個拍掉你買到去。誒，點解講到啲微笑？你人微笑啦，你對掉老闆多個人啊，你微笑係人係，特別你唔知你有啥咩哦。
无，家就是在理由诶。你家只在理由诶。在理由。我在理由，特别我无明。少袂熟人啊。我只少袂熟正啦，特别我听声啦，我听声我都袂熟一人声嘅，你知冇？但所以我真明白有的人無甲，邊咧學見你無甲我聲，我真明白一人嘅心情啊！我講我真正了解你，我有當時咩嘅呢？我直直聽，你好，我個介紹我 office 嘅人聽。係咪嘅？我邊咧學見？我聽了嚇，邊咧學見？我聽我介紹緊呢，我直直介紹人，你我 office 嘅人。個了有去聽，有咧聽較好笑，有咧做根本聽。是，你問調查住戶啊？定聽伊家己笑到。我明白，我捌聽過有個人嘅聲嚇，啊是樣講話 pattern 啊，伊只做我真袂熟嘅啫哦。伊款啊，伊唔是，我明白，我知影嘅人是真正好誒。上個我講，同埋我講係你記咧，我知伊心是好，伊袂甲人講嘅物件，伊是心好誒。是講伊講出來辦法嚇，我是會較無呢水啦，嚇無呢 polish 啦。你睇你無咪，然後講專業話講個水就無。特別我呢，我是有個人聽人講話誒 style， 一整個一做我真別得閒，你就我要擺啦。我講聽伊款成怎，因為是講話成個話你看，是唔是？伊講話伊講唔了就，伊成個講特句啊，一個 end 你就唔好意思啊。有時講真了曉，但係明講了曉，你講唔了，特別是講上漲物件你就。啊！你就我真係別得，啊！唔知咩事，有咧我根本冇理由，我今日聽你嘅聲咧嚇，伊是做我成個只個人我就別得閒會擺啊，你看到？當我你喺度擺喎？冇擺啦，我係 control 嘛，冇 control 我死鬼死界啦，我擺死嘅啦。我再講我真係冇應該人在樣人好在樣嘅地嘅啦，是講我就聽人講話，我就別笑嘅喎。我唔知就是其實嘅，唔知是正事可能反過。那個就你咪家姐別笑嘅啦。人講話格啲啲嘅喎。啲啊，成個嚇！我暑假成個講我係朋友啦，成個往隻好朋友嘛對。然後人無有時我做唔到一件係咪啊？人 direct 講我咯，人無成個講放落心裏邊係咪安尼款咯？แล้ววางบนสีแสงเขาเนาะวางเสี่ยวแมววางเสี่ยวแมวแต่ที่แม่กวยเอาเขาถักตัวโบแล้วเลย我們是講呢，是講我垃圾啦，我唔知啦，我垃圾我係功夫啦，就是成哦，我係直頭教你講物件，我係 direct，我冇講直接教你講毛毛鬼啊，你該講嘅咯。冚裏頭，是哦，你真係冇想咁樣辦法。你往時你特別講我較水淡薄，誒毛毛鬼啊，我看你拿來拿搞，就是講定搞時你都冇講咯。就是講話先講話嘛，講較水淡薄嘛。特別你我講聽陣時，我解釋本定陣時，我哋課裡冇解釋，講做咩事？咱講話特別較婉轉淡薄。你尤其是你那是真親人通講話，即係阿基本講到，伊講嘅理由本就係就是講。你講到啲 forum 還是到啲 comment 嘅時候，你無 expression， 你無 emotion， 你無人嘅聲來參調講咯咋。所以你你講出來有啲物件是有啲明顯你講，但係你講下這個話係無咪對，還是但係你講物件唔對，你特別講嚟看咧，變咗成個卡，你有啲聲嘛，你講咧時候但係你講唔對啊，其實是嚟看咧，你無啦曬講就歹聽嘛，特別係你講。但係你講話唔對啦，歹聽講唔對啦，但係你開始變咗成個錯嘢嘛對。你那是講無 emotion 嚟參嘅是，你對一頭氣你較錯嘅細氣你知，所以你特別寫寫字，你特別寫用 forum 寫物件，其實你特別寫寫字，你講物件冇嚟講嚟人對反對，所以我明白啊你到啲 forum 嚟即係 fiasco 本我明白。但係你講所以特別較完整嘅，豆腐你講咩？你講你唔驚被笑。嗰一個物件真係袂俗嘅啊，是去啥唱卡拉 OK 嗰陣時啊，唱麥哇，了下唱麥咧，真做個真無水嘅啊，真超款嘅人啊，你諗下歌到真坐喺那邊嘅位啊嘛，對唔對？你咪就嚟排隊咯，排㗎，咁冇人等到過來時啊，你不唱落句呢？這個我也會，這個我也會，哇，我不得，可以買到幾個都豆漿啦咯，真線嘅哦。
你参你特別去看，我問你姑娘啊，這個我本 A，這個我本 A，啊我 A，這個人講我唱得好聽咯，哇！啊，伊本夾麥，佢再起來唱。唔是，伊插伊掛到你掛頭前位。是要腰攤插去啊嘛。哈你我們就未笑，就是超寬的人。超寬的人。我未做過。我有安尼本嚟，往時伊個時間愛到啊。往時伊個歌吼，因為假使講往時3點到6點嘛對，假使講往點真濟嘛，咧伊6點愛了，往會插愛嘅往較緊插去頭前哦。會插啊！你 machine 會使叫插啊。往時規班嘅人啊，規班人甲了愛插去哦。你唱我唱你哦。插去啊！假使講 move 你掛去甲頭前咁步。豆腐，你是唔是講未笑就是只你就接去嗬？我哋你家己就食嘅，就頭先係嚟10條瓜樣家己嘅聲。咩冇夠做人嘅是講。你都未做半行，你咩都未咩。我特別我講你西人邊啊你，唱到我都愛唱嘅歌。我領到一朋友就是咧往叫唱麥咯，伊嘅名就是叫唱麥，是去卡拉 OK 就是唱麥。嗰時候一個面愛就你講唱麥，是直頭OK， 買唱啊，直到邊啊哦。個丟。即係人唔成嚟看嘅咯。我咧邊嚟學見雙人卡拉 OK，BM 驚講未唱邊嚟學見嘅歌。你驚啊你？我有卡拉 OK version 嘛哇？哦哈，你看冇住背卡拉 OK version。邊嚟學見嘅歌？哎呀，你冇聽到啊？即係大胡笑啊，邊嚟學見白聽。哦，白聽吼。我自己換帶刀，你其實有帶刀，你 set 帶刀。我冇帶刀，我聽，我只識到伊白聽。啊，我只暑假，你帶刀。感謝。你係是，你寫歌我唱啊。哦，會使啊。寫啊不哎呀，慢啦，笨蛋當。特別你不聽過我誒，即係我唱過嘅 range star 就冇像誒。冇曉嘅話咯，冇啦，有你冇咩曉，看到學我就自類咧，哎呀，你學我冇教你，冇教你曉咩？你是學我教你啊，咁我就曉你多地。你冇我唱過嘅 style 是就這樣看咧，就這樣看嘅 style，特別我自己是個唱卡啊，你就係放大筒哦，放小筒啊嘛啦，放大筒咧，哎呦，我嘅驚聽關咧，最近你哋新嘅 album。伊個紅吧咯。出來 update 啫。好聽啦，幫你聽咧。放大筒咪就卡了放放大筒，我第一次個聽是得一條浪是個聽，得一第新嘅 album，100種表情好聽。I love his stuff, please。安尼 style 啦，咁 R&B、bluesy。編曲好啦。阿陣跳舞，但係時人講你叻咧，嗬，人未熟，所以未跳舞。等我考，等我小背出來。不記落海。這個一個就是講啊，大哥這個上舞呢。老高寫的布拉珍。上舞。100種表情，微笑在你眼睛，簡單的音符最動聽。我都想跳喺泰國的故鄉名字咧。好聽啊！的心，給我這條歌，小蟲，小蟲，好聽。Sedapnya aku suka lagu ni. Sukanya? Mau kita check out ah? Ayah.
我从小不会说话，总说些不该说的话，也没办法。我suka music style, musical style very suka。好聽哦。是一個人。好聽啊！怎麼看到都跳舞興起？興起一個了，豆腐啊！啊，好聽啊！好聽，好哈！我食噶咯。什麼冰山啊？嗰啲看到我跳舞嗰啲食噶啦，而家我唔是冇咩嘢記，講亂看到，真危險。哎呀，笑死我！他們會做咩物件啊？啥別記？一條歌啦，是出名，一條歌我可能冇聽過，叫做Sing Along Song。I wrote this song, it's not too long, 'cause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you。我聽過喲。I wrote this song。我大班話係是叫8858嘅。Oh, sedapnya aku suka lagu tu. Syok gitu. Be syok. Sila mesti juga lah bagi kau tangki ba lock 掉。OK， 那個就燒掉啊！先啦，直咧，可能估個事上完啦。OK， 當佢啷燒掉燒散啦嚇，落下咧啦，你擺過嚟拍衫，攰。今時啊，各位聽就燒，哎呦，死我冇咩機會，學之前講掉嘅 ，sorry， 這禮拜另外掉。嚇！你個乖，這個冇咩個，可能卡你冚你嘢咧。等陣 OK， 後尾一你後嚟講，你別想人個咩嗰一個。咩件？個別想人個咩？哇！個別想個咩啊？別想別人講話較大聲，冚佢你學你無通講貴少啊！我聽唔清楚，我淨係嚟有淡薄叻。淡薄叻，唔要緊啦，你去寫生啦。OK， 嗱，你禮拜過嚟再見佢啦嚇。今次我哋特別嘅邊初諗，同埋咧個人講一個另外8條，今次卡佢更加好8條圖。呢是邊個毛毛龜加咱嘅日本啊豆腐，今次係日本豆腐。耶！哎呦，你去卡拉 OK 啊？你卡拉 OK 啊？卡拉 OK。Yo, anh cô, tao mong mới ế nó nào lắm, tao mong mới ế, tao mong quỳ hoài. Testing 1, 2, 3. Lúc biết cho mình, tao biết treo qua.冇啊，你個拍吉他？冇啊，實際倒喺邊啊你嘛。哦，你幫到你吉他。OK，感謝你把嗰個嘅。後面。就你講，我未識我暑假嘅，就我暑假把你人冇暑假啊。即係大人們是冇暑假啦呢。呢個好笑。做咯，你咪是慢慢吹唔要緊，你都條好嘅，嚇，有可能咩？哇，唔知。我都希望淡薄啦，啦，慢慢吹。少年咁樣驚，你幾歲啊？做到都幾歲啊？做到少年啊，我就係唔通驚。嗱，禮拜嘅再過哈，嗱下隻話題是咩啊？我未記喎。禮拜話題是定期，我在這邊叫會沒亂。OK， 感謝禮拜再見，拜拜，各位聽眾，感謝我特別嘉賓，另外8條毛毛龜，我叫你毛毛龜加大日本豆腐，感謝，拜拜。拜拜。